再来看美国的联邦众议院是表决通过卖歧视台湾法案，要求美国的行政部门运用因的话语权，也有表决权来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这共和党的众议员金应玉是指出讲，这中共呢有可能会透过提关关税等等的方式来破坏咱台湾的金融稳定性。咱若阵会当加入 IMF， 安尼就较有韧性，通去来对抗。喊啊对了，宣告美国联邦众议院口头表决无异议通过无歧视台湾法案，内容要求美国行政部门运用话语权甲表决权，大力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hina has consistently blocke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forums, including IMF, because they know that financial security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military security. 法案提案人之一，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金应玉讲，中国可能透过提高关税、放空股市一寡方法，破坏台湾的金融体系。啊，若加入 IMF， 台湾就资源大，强化金融韧性，甲抵抗中国经济的威胁。并且台湾已经是 WTO、APEC 甲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外围船队阁是全球前5名。专家对法案是真期待，不过强调现阶段的重点也是提升台湾本身的竞争力。经济韧性因应这些外部冲击其实是够的，焦点应该放在跟我们比较有这个切身相关的，比如说跟美国洽签的这个避免双重课税啊等等这其实是反映就是美国国会现在对我们的支持度是很高的啊，通过各种的这个提案，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国际组织里面去。IMF 第二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其实台湾是创始会员之一。1972年退出联合国了后，依然是会员，一直到1980年4月中国入会了后，才被逼退出。若是要入会，爱得到大多数的会员国同意。若是台湾要加入，一定会受到掌握多数票中国反对。这项法案对于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还有就是反制中国，这个对台湾的施压，都有正面的意义。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再度展现支持台湾的立场，不过众议院通过无歧视台湾法案了后，参议院嘛要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再送去白宫，由总统川普签署了后，才会正式生效。记者综合报道。